俾多啲掌聲我嘅學生啦。咁首先咧，我都要講一講咧，今次個課程咧，其實咧就唔止我一個導師嘅。咁咧，因為有時候咧，咁我都好多工作，咁我好難咧可以每一堂都到。咁所以咧咁我又唔可以揾啲學生嚟教跳舞噶嘛。咁所以我邀請咗我自己嘅師傅大口去教呢一班學生。咁啊，佢叫做大口，跟住認住佢啦。咁啊，希望咧你哋可以即係努力啲學啦，因為雖然我跟咗師傅11年，但係實喺佢身上都唔係學咗好多嘢。咁希望咧你哋可以喺佢身上咧攞多啲經驗，攞多啲實力走。咁啊，而家嘅時候咧我都想俾軍團嘅學生咧出嚟表演一下，睇下佢哋努力練習一啲嘅成果。唔好以為咧跳咗好似要我跳咗8年啊10年咧先叫做可以跳到有啲成績喎。其實佢哋可能跳咗1、2年，其實佢哋好有心機練，已經有好好睇嘅表現。咁啊，我想俾佢哋 solo 下，亦都考下佢哋，睇下佢哋有啲咩能力啦。好，俾啲掌聲嚟先啦。咁啊，首先第一位俾掌聲嘅明仔叫做。